后来比武取消了，避免那个打伤了结怨了，破坏邦交。后来在俄罗斯大学嘛，说设立武术研修中心呢，他那2个女儿都学武术了。是他2个女儿好像是送到少林寺学的。然后在好像是莫斯科50个市区，是这样吗？还是包含莫斯科50个市区啊，设立武术研究中心。少林寺功夫、武当山的功夫、太极拳派的功夫都有。在传授呢。少林寺还送那个功夫秘籍给普京。